歌手朋友同你喺呢度影張相好嗎？好啊。係。你有冇影到啊？係咪唔該先？好。在世間能同你相親已不可知。多謝Yannis sir，多謝 Benson 俾一個咁正嘅一個開場音樂。好啦，咁樣咧，喺呢度首先要多謝晒在座嘅每一位啦。今日真係，哎呀，你哋成立呢個後援會1週年啊，多謝晒各位。我記得咧，當初啱啱嚟香港比賽。其實自己心入邊係冇一個底嘅，唔知會點咧？咁其實我嘅人咧就都好簡單嘅，即係好彩我係單身啦，咁啊可以追尋自己嘅夢啦。記得自己辦嘅第一場嘅呢個粉絲聚會啦，咁當時，哎呀喺度諗，唔知會唔會有人嚟咧？咁樣好多謝，即係1年後，即係每一位即係好熟悉嘅面孔，都仲依然喺呢一個場地，俾個掌聲你哋自己。好多謝你哋即係一路支持中研啦，咁我都希望可以再唱多啲好歌送俾大家。命裏係注定從前，夢境係一片胡言，唯有我永遠面對目前。明日話今天，昨天亦睇多。舊年更多挑戰。多謝。你哋太熱情啦，啱啊呢個，呢個一定要向住我。我說情人全是老的。曾經滄海桑田分不了，我只想唱這一首老情歌，願歌聲飛到你所有記憶中，深深沉默是金。遇上冷風雨又太認真，自信夢心裏有你會諷刺與質問，笑罵由人，灑脱地做人。我被愛判處終身孤寂，不還手，不放手。下畫不完的圓，心間填不滿的緣，是你。我叫你玉蝴蝶，你說這聲音可像你，戀生花也是你，風之沙也是你，怎稱呼也在這個世界尋獲你，你那裏是蝴蝶，亦然。
非不非一樣美。我將愛你所愛的人間，願你所願的香煙，你的手我蹣跚在牽，請帶我去明天。如果說你撐不過我的天，我願活成你的月，越不忘啊，越勇往啊。曾付出幾多心跳，來換取一對對的白票，人值得命中減少幾秒，多買一隻錶，秒速捉得緊秒，而皮膚竟偷偷縮了，為何用到盡了，至知那樣緊要。今天憶當初，我只愛你一個，心裏有句説話要對你説清楚，可否即風波，你對我已不錯，心裏也覺得我也有啲錯。今天憶當初，我只愛你一個，心裏有句説話要對你説清楚。小 check 到絲帶咁啊，係咪好靚啊？咁呢一套gift set 咧，我哋今日喺現場咧就會有50套嘅。咁啊，歌仔咁啊，在場咧都其實全部都係阿 Sean 嘅忠粉係咪啊？咁跟住又有一班歌手朋友，所以你哋冇藉口估唔到㗎 ，OK？ 咁我哋咧每一個 game 都會有一份獎品，即時估到即時頒獎，好唔好？咁大家咧盡力努力參加啦！你哼兩粒音俾大家聽下。一伸手做動作啊！我都未唱，唔計㗎。唔計。係啦，喂，我係鬥快舉手嘅嚇。你哼兩粒音。有冇人估啊 ？Tommy。係啊。係咯，我就唱嗰個 verse 前面咁樣。佢話一生最愛，啱唔啱？一生所愛。佢俾你聽好嘛？狂風，猛風，猛，狂風，猛，嗰度點啊？好興奮啊！好興奮！呢位朋友會用出嚟。哇！你好興奮。有啲人其實好簡單嘅咋，睇到呢度有個幸運輪。係啊。原來佢揾佢個 iPad 就係揾呢個幸運輪出嚟啦。係啦。Benson 點樣好啊？好，第一個幸運號碼係48。交俾係啦，交俾佢哋，唔該晒。好。片片芳菲如水流。世界一度情节难料，折旧的心还有几分前世的恨。其實我一路以嚟我都好中意
東城嘅話好磁性嘅聲音。多謝，我想分享少少喎，因為我海選嘅時候咧，應該100強嘅時候，你有份喺側邊睇住。咁其實咧喺大家唔知嘅呢一面，我一定要分享，因為阿桑哥哥咧喺我哋中三，係阿桑哥哥，佢真係哥哥咁樣嘅。我哋所有中三嘅參賽者咧，佢都從旁去鼓勵啦，同埋幫大家拍片，等我哋自己睇翻個演出。咁係從來都係好歡迎佢，就算唔識我哋邊個都好啦，佢都會幫手嘅。劉若咧其實都好忙啊，因為佢啱啱喺維園嗰度唱完，咁就要趕過嘅。嚟啊！唱哪首歌？就我給你的哪一種啊？讓我一次愛過我。對呀。啊？對呀。我們唱首別的好嗎？你確定嗎？啊？唱首別的歌，我要唱，咱唱個粵語歌好嗎？你哋係咪想聽啊？我就諗住佢要同我合唱《讓我一次》添。哦，原來你有。我們唱《海闊天空》吧，是嗎？海闊天空我剛唱了。啊，唱了。對呀。還唱這個。啊，你唱完了。唱了。讓我一次，讓我一次，讓我一次，愛得夠，給你我所有。讓我一次，愛得夠，現在和以後。讓我一次。來這裡。你們唱那麼高，然後你喊我上來唱，你下次能不能最後唱？谭咏麟，對啊，因為我第一次我聽你唱的就是《一生中最愛》，然後我就很喜歡這一首歌曲，好吧？對，像我們的中三的這些學弟學妹呢就有信心，因為原來就算過去1年，大家還是這麼愛他，所以我們也會有信心，可能未來大家也會愛我們，好不好？感謝你們。其實都好多謝，即係正話開場嘅時候，你就已經多謝我哋一班中訓啦，即係1年前決定要搞呢個 fans club 嘅時候咧，咁自己都唔知道會唔會有人嚟，咁樣咁當然第一次哇，真係好 surprise 晒咗好多朋友啦，即係都全部都好 warm 啊，即係叫我加油啊，因為我係一個馬來西亞人。